曾在东突厥斯坦首府乌鲁木齐进行博士论文研究的美国博士申沙拉泰嫩最近发表一份文章，讲述了他在乌鲁木齐的所见所闻。他写道：我于2014年在首都维吾尔族故乡乌鲁木齐开始了博士论文研究，并在那里住了24个月。乌鲁木齐是一个拥有300万人口的大城市，除了是维吾尔族等穆斯林民族的故乡外，这座城市还是汉族居民的故乡。在我逗留期间，我采访了66位汉族和98位维吾尔族人，我看到了乌鲁木齐进行警察监视的初期情况。到2017年2月，我的一些维吾尔邻居开始失踪。据美国国务院的信息，100万到300万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穆斯林被中国拘留在集中营。多年来无法与东突厥斯坦的家庭和孩子进行联系的维吾尔母亲，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前举行抗议游行。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在这一天，一群维吾尔妇女聚集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前举行抗议活动。他们拿着被中国拘留或失踪的孩子和家庭成员的图片，要求当局提供他们的信息。近年来，中国把300多万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关押在集中营。据报道，有50多万维吾尔孤儿被送到当局所谓幼儿园名义下的儿童集中营。维吾尔母亲还访问土耳其好党伊斯坦布尔分局，向当局传达了维吾尔母亲的请愿，并要求将情况报告给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星期三在华盛顿说，如果中国最初不瞒报，如果中国让美国专家进入，可能这个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他还强调，病毒源于中国武汉。奥布莱恩在首都华盛顿的智库传统基金会说，如果中国最初不隐瞒疫情，不禁止医生讲话，世界对新型冠状疫情的应对可能会提前2个月。在那2个月中，如果我们能够对病毒进行测序，从中国那里得到必要的合作，世卫组织团队到达现场，像我们提议的那样，让美国疾控中心团队进入现场，我们原本可以大大削减在中国发生的病例，以及现在正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昨天在日内瓦的记者会上表示，经评估，世卫组织认为2019冠状病毒疫情已构成全球大流行。谭德赛表示，在过去的2周中，中国境外的2019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增加了13倍，受影响国家数量增加了2倍。目前在114个国家地区中出现超过11万8千例病例，导致4291人丧生，成千上万的人在医院与死神做斗争。在未来的几天和几周内，预期确诊病例数、死亡人数和受影响国家的数量将进一步攀升。不过，谭德赛表示，大多数国家还未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大约90%的病例发生在4个国家，其中中国和韩国的病例数量显著下降。此外，有81个国家未报告任何病例，因此这些应尽一切努力防止输入病例。另有57个国家报告了10例或更少的病例，因此他们可以将疫情扼杀于摇篮。沙特阿美表示，将最大可持续产能提高到1300万桶每天。近日，搅动全球资本市场的原油市场争夺战进一步升级。沙特与俄罗斯双双披露原油增产计划。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以俄罗斯为首的其他主要产油国组成的 OPEC+，在上周五开会讨论在3月底之后继续减产的计划破局。沙特阿拉伯计划从4月开始增加产量和削价，并表示将大幅调降石油官方售价。受此影响，9日国际石油价格暴跌，一度跌超 30%。原油需求原本已因冠状病毒疫情打击航空和运输业而锐减，而如今原油产量可能提高，导致供应过量，这对原油市场来说可谓雪上加霜。